2013年，天籁之爱赞歌会12月盛装启航。林依轮、熊天平、阿兰、黄龄、根嘎、央金兰泽、黄英、扎西尼玛8位明星齐聚成都，为公益而唱。他们将深入藏区，全面体验藏区民俗生活。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音乐体验之旅。我是阿兰，我在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我将带着我的歌唱梦想，第一次亲身感受青藏高原的魅力。拉萨，我来啦！他们在5大主题的战场上纵横驰骋。在这个舞台上，必将诞生众多音乐的华美篇章。让我们期待8位音乐力量的强烈爆发。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我把自己唱着，你听到了没？风里漂浮着什么？花瓣还是露水？我把欢乐散布，你收到了吗？大家好，这里是音乐与文化的体验之旅，这里是激情与天籁的梦想舞台，天籁之爱，寻找天籁歌者。现场电视机前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四川卫视由正宗凉茶王老吉为我们特约播映的中国爱大歌会特别节目《天籁之爱》，我是主持人杨林，你们好吗？大家好，我是歌手，也是本季的节目主持人林依轮。大家好。接下来呢，也要让我们大家分别来认识一下我们的音乐观察员。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乐评人吴周彤。接下来呢，掌声欢迎我们藏文化的著名文化艺术学者木兰教授，欢迎您。接下来，掌声欢迎我们著名的藏族音乐人扎西多杰老师，欢迎。同时呢，在我们现场呢，也迎来了一个特别的方阵，它就是我们20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大众评审团。在天籁之爱的舞台之上，每一场都会有8位明星歌手，经过2轮的比拼，由现场的200位大众评审团给出的人气积分来决定本场的天籁歌者。经过6场的角逐之后，将最终诞生四川卫视天籁之爱天籁歌者的称号。与此同时呢，我们的8位明星歌手也将作为四川卫视中国爱的公益大使，将跟随着我们一同致力于藏区公益事业的发展。
同时，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感谢天籁之爱的唯一指定航空西藏航空公司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下面把舞台交给林依轮，谢谢。那马上开始我们的音乐之旅。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第一位出场的。这里有人曾经说过，不听他的歌是你的损失，因为华语歌坛已经许久没有出现抢耳的好声音，它会让你的耳朵找回兴奋的感觉。被誉为转音歌姬的他，这次去到了西藏，去到了拉萨，去到了无数人梦想中的地方。下面他将为我们带来一首郑钧的经典名作。我是黄龄，我是一个上海女孩，他们叫我转音天后。对西藏的好奇源于对音乐的热爱，这次参加藏歌会让我有了来到西藏的冲动。在我以前的音乐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藏族元素，比如说《痒》的 MV 当中的造型、服饰，还有妆容，包括那些咿咿呀呀的唱腔，都有借鉴到了藏族的风情。这一次可以真正来到雪域高原，作为歌手，我希望能够在这片土地上找到更多的灵感。拉萨，我来啦！在雪山之巅把我的欢喜。爬过了唐古拉山，遇见了雪莲花，牵着我的手儿，我们回到了他的家。你根本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他会教你如何找到你自己。雪山青草，美丽的喇嘛庙，没完没了的唱，我们没完没了的跳。呀呀呀呀呀嗦，感觉是我的家。谢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黄龄呢是这个生长在大城市，对，我在上海，在上海生活，在上海出生嘛。可是呢，在你的歌曲当中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你这些灵感都是来自于哪儿呢？灵感就我还是虽然没有去，但是还是喜欢听他们的音乐，听一些特别的有民族风情的音乐，然后自己又喜欢那样子的打扮，所以就会希望把他们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当中。对啊。
好，那看看我们3位音乐观察家有什么想说的。我要谢谢黄龄，刚才让我看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拉萨。拉萨其实是代表一种向往，是我们脑海当中对幸福的一种象征的东西。所以深入一个地方要小心，不要被那个地方给禁锢住。谢谢老师。第一场我是第一个出场的，其实会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我觉得还是蛮享受整个过程的，唱的也很开心，然后观众的反应我也很满意，就挺喜欢的。我们马上要介绍第2位出场的歌者，他曾经获得多次亚洲各大中文歌排行榜的冠军，更是台湾1997年度金曲奖最佳词作人奖。他拥有水晶般纯净的唯美音色，擅长于纯粹且近乎完美的低吟浅唱。今天他为我们带来的代表作，这首歌至今仍是许多歌手选唱参加比赛的必唱作品。这首歌是送给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来自西藏盲童学校的孩子们。这首歌我注入了很浓烈的情感，所以这次我一定要邀请他们来参加藏歌会，一个这么有爱的舞台，也让大家能够了解雪域高原雪候鸟的精神。这一次我为公益而战，让我们了解他们，一起走进他们。在拉萨，江苏路上的一处普通巷子一隅，一个藏式小院隐隐传出一阵孩子们的笑声。他们是一群患有典籍的孩子，虽然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画面，没有颜色，但是他们小小的身躯并没有被现实压垮。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英语老师，因为我特别喜欢英语。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眼科医生。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很想学电脑。他们克服了恐惧、自卑，单纯、积极、乐观地生活在拉萨这片纯净的天空下。在这里，孩子们生残至坚都拥有着彩色的梦想。假如世界给我3天的光明，第一天我看家乡的风景，因为我家乡的风景很美丽。第2天我看父母的样子，我从小就没看到父母的样子。第3天我帮助父母做家务，因为他们一辈子照顾我和哥哥弟弟，所以他们特别辛苦。花香四溢的纯净，你悄然走进我心里。这花人的小秘密，色彩不曾告诉你。随候鸟南飞，风一道一道的吹，你刺痛我心扉，我为你滴血，你遗弃的世界，我等你要回。我不想南飞，泪一滴一滴的坠，我空虚的双眉
让我包围，我有我的一切，你给的最美。我要回头去飞，去追，任往事一幕一幕追我落泪。我不信你忘却，我不要我单飞。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我要回头去追，去追，就算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天不为我伤悲，冷的爱快枯萎，任漫天风雪覆盖。恭喜天平，李老师，这首歌太棒了，是不是？那其实听这首歌听了好多次了，前面那个山歌搭配的非常好。是是是。尤其是这个今天看到我们现场你带来的6位小朋友，给这首歌也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意义和这个情感。他们是一群来自藏区的盲童学校的小天使们，我们给他们掌声好吗？那刚才呢，这个我们看到，看 VCR 的时候呢，小刺人啊，说他将来呢要做一个教英语的老师。我要先来问一问哈。大家好，我叫达瓦刺人，我今年14岁，我来自西藏日喀则。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先展示一下你的英文哈？Hello, brother and sisters. My name is Dawa. I come from Skaz. I am 14 years old. Thank you. 哇！刚才刺人说了他将来长大了的愿望，其实他们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还有一个愿望是吗？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在一个大大的舞台上，给大家这个演唱一首动人的歌曲。绽放的奇迹，心看世界，触摸它的美丽。谢谢，谢谢可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的心看世界，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我们以后也会像你们一样，更多的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谢谢天平，给我们带来这么一次美好的心灵之旅。天平的声音这么多年过去之后，连我们眼睛都已经有些浑浊的时候，他的声音还是如此的纯净透明，这一点让我很惊讶。但是我突然发现，用眼睛所看到的那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真正满足内心的寄托的。也许当我们看不见那个世界，就像我们用心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内心的那种寄托。这次来也做了功课，就是也去仔细去听了一下藏族歌手他们怎么演绎，当然还没有达到最好，但是我们还努力往这个方向做。那接下来呢，要到一个紧张的环节，也就是一个打分的环节，把接下来时间交给杨林。好了，各位，经过了第一轮的比拼之后呢，现场的200位大众评审团，你们要行使你们的权利喽！拿起手中的投票器，首先我们要为回到拉萨的黄龄来投票。多少票呢？接下来熊天平，请投票。黄龄148票，熊天平168票，掌声鼓励。现在呢，我们的熊天平以20票的优势，以168分暂时领先。下边的明星歌手们要加油喽！继续节目更加精彩，舞台交给林依轮。
接下来呢，这位了不得，来自英雄的故乡，他来自德格，是一个地道的藏族康巴汉子，被誉为藏区的流行小天王。今天他将用歌声来表达那些在外漂泊的游子们的心声，他们心中那份寻找美好家园的愿望，以及对家乡亲人的留恋的情感，都将在他的歌声当中传递。大家好，我是根嘎，我是一名歌手。这次藏歌会第一场主题是家乡，我选了一首歌，为了唱好它，我一定要回老家看一看。我的家乡是英雄格萨瓦的故乡，这里有神洁的雪山，这里有美丽的草原。喂，阿爸，扎西德勒，已经1年多没有回家了。一回家，我爸爸给我做糌粑，妈妈给我打酥油茶。我非常喜欢给爸爸一起去河边散步，跟他聊天。以前在音乐的道路上还是有一个人在前进，但是不要骄傲，爸爸永远支持你，加油！嘎比，那你一种痛的酒的想把珍惜，这都得被没了，这比人一懦弱，卡完把比对了，去拯救我妈诺。罗嗦罗吉吉娜，兄弟相伴加油。嘎比，那你一种痛的就的想把接受，这都得被没了，这比人一懦弱，卡完把比对了，去拯救我妈诺。想吧，加油！谢谢，谢谢根嘎。如果刚才不是通过 VCR，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你是来自藏区的一个小伙子。对啊，这个你看哈，我们这个录影棚哈也挺亮的。这个摘下眼镜，让我们大家看看你帅气的容貌，好不好？这个，不行啊，不行，
为什么？这是你的一个标志吗？就像那个咱们那大导演王家卫一样，是吗？有秘密，有秘密，对，有秘密。对，这个眼镜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呢？算了，不难为更嘎了，因为了解更嘎的人都知道，他其实还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小伙子哈。对，更嘎在藏区，那年轻人特别喜欢。谢谢。今天更嘎的这首歌呢，又一次把我带回家。我希望我也经常去回家看我自己的家乡，包括我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所以说谢谢更嘎今天。谢谢老师。我还是有点紧张，说实话，因为那个灯光一打起来，我们一般都在草原上唱歌，最后的一个节奏啊，还有气息啊，很多方面都没有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位要出场的是一位女歌手。那她呢是来自于藏区，她是继邓丽君、王菲之后成功进入亚洲市场的新生代优质女歌手，被誉为亚洲的唯美歌妓。今天她将用2首风格各异的歌曲串联在一起，把流行与民族完美的结合，为大家奉上一道视听盛宴。我的家乡在丹巴美人谷，我是一个藏家女孩。我从小就受到本民族文化耳濡目染的熏陶。后来求学之路让我在很多城市生活过。我热爱家乡，热爱音乐。我是阿兰达瓦卓玛。在国外生活的时候，我受到很多流行音乐的影响，但在我的心中一直都希望把本民族的文化融入在我的音乐里。感谢藏歌会给了我这次体验生活的机会，来到林芝。这里雪山的咆哮声，雅鲁藏布江的奔流声，有让我回到儿时家乡的感觉。这些都给了我很多的灵感，我要歌唱我的家乡。
都觉得你不像从藏区走出来的女孩子。你真的是西藏人吗？我是一个100%的藏族女孩。那我从小出生在丹巴美人谷，然后在康定，因为我很小的来到了成都，在这边读书，然后求学之路又让我去了北京，然后出国。其实像我们这些在外面的藏族，就是女孩子，对，其实虽然我们没有一口流利的藏语，我也不会写藏语，但是就是你骨子里面流淌出来的那种东西，就像我刚刚在后台，我一听到那个小朋友在唱《天籁之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整个毛孔都打开，我就觉得特别的激动。其实我们在外面的这些藏族同胞，其实我们也非常的热爱我们的家乡，我们也非常的想学好这门语言，但是我们真的身边没有这样的环境，所以我就想说，说藏语的就是同胞，大家一定要坚持，一定要继续发扬我们自己民族的这种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藏族，知道我们的藏族文化。阿兰加油！谢谢。其实很早听说过你，然后也知道在国外的一些发展。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去唱歌，掌声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眼光，或者说他们内心对你的一种认同。其实我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你这样的一些机会，能够改变他们的一些想法，能够真正让我们的一些东西得到他们的认同。好，谢谢吴老师。因为我是从这边走出去的一个姑娘，我非常想让更多的自己的同胞和热爱藏文化的这些朋友认识我、了解我。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秀还是非常的完美的。进入我们第2轮的投票，首先我们要为根嘎来投票。接下来，阿兰小姐请投票。根嘎160票，阿兰获得的是150票，掌声鼓励一下。所以说，经过了这个回合呢，4位歌星演唱之后，暂时位居榜首的依然是熊天平168票。歌手们要加油了，舞台交给林依轮。他非常的神秘，因为他是一位歌坛常青树，娱乐圈成功多期发展的杰出代表。90年代以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风靡大江南北，近些年他在主持工作上也有不俗的表现。今天他将要挑战一首创作于1939年的经典名作，这首歌曾经被选作中国第1颗探月卫星嫦娥1号的搭载歌曲。今天他将要挑战这首名作，请看 VCR。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其实，在选择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觉得更是被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所打动。在录音棚里练习呢，总感觉好像是少了点什么。这样吧，我觉得不行，我还是要再想一想。因为想当年，王乐冰老师也是在这里采风，认识了这个藏族姑娘卓玛。那几天的相处呢，卓玛美丽的身影让王乐冰老师是怦然心动。分别之后呢，做出了这样一首传世之作。在这里呢，我仿佛是穿越了，看到了当年的卓玛，看到了那份日夜思念的牵挂。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他的毡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他那粉红的笑脸，像那红太阳。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岸上明媚的月光。我愿流浪在草原，跟在他身旁，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动人经典的衣裳，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动人经典的衣裳，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毡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人们走到她的毡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毡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谢谢大家，谢谢。我来说一下啊，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一轮把这个舞台变成了一个剧场，啊，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过瘾。所以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听完你歌的一个感受吧，就是最爱的在心里，最美的在远方。我愿流浪在草原。那我们有时候觉得唱这个少数民族歌曲就是拔高嗓门去唱哈，其实不是说一定要拔高音的那种，而是说用情感去唱。那我们唱人家的歌，毕竟还是有一层，就是感觉你再怎么样还是隔着一层，所以呢，还要继续磨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下一位歌手出场，他呢是来自于草原的雄鹰，一个喜欢骑马、喜欢唱歌的藏族汉子。这位优秀的藏族歌手在藏区享有“山歌王子”的美誉。今天他将全新演绎藏族传奇歌手韩红的一首名作，这首歌是韩红因感动于家乡的风土人情而创作的佳作，需要极高的演绎技巧才能诠释出雪域高原的壮阔和内心对自由的向往。我是扎西尼玛，大家都叫我山歌王子。每次踏上回家的路途，总是让我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现在我这个右手边的这个小河，小时候我们一起，戏水啊、游泳啊这些地方。在我离开村子的时候，10年前，村里面就没有这么多的水利啊、电杆呐、电线呐、白铁路啊这么多的建筑。10年的光景，家乡发展的如此之快。
最思念的就是那片家乡的天空。今天，我要把这首歌献给我心中最爱的故乡。远处传来熟悉的歌谣，那是谁在挥动声音的翅膀？家乡的云儿脱开了笑脸，格萨花儿如期而开。布达拉的灯火闪亮，我身在井底守望，张开双臂就可以飞翔，飞回我拉萨的天堂。天还是那么蓝，地还是那么宽，你还是那么美。扎西唱得太棒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咱们这个藏区的朋友们，他们都是好像天生的就有一副好嗓子，而且非常的会唱歌。那我想问问你，扎西，你有学过唱歌吗？从来就没有经过音乐理论或者说这个科班的这个学习，然后很多东西都是去采风，去民间，因为我们有一副好的嗓子，但是呢没有那个韵味那种血脉里流传的那种东西。其实就是说，通过采风，你也可以学习到、感受到。对。那现在呢？如果让你随口就这么唱我们现在这个一个环境，你能唱出来吗？那我把你当成一个牦牛或者羊水，然后就来了，我就唱《爱情鸟》了。哎，怎么对着牦牛唱《爱情鸟》啊？对呀。好吧，那我就是那只牛吧。门儿。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有意思吧？很多人唱山歌、唱藏歌都会追求高，但是刚才听完他演唱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感受，我觉得真正会唱山歌的人，他不会在乎高，他只会在乎歌的流转、歌的色彩、歌的纯净，因为这些才是山最美的地方。由于对歌曲的不是太熟，所以现在还是有一些欠缺。到底我们的全能偶像林依轮现场又主又唱，能否超越我们的熊天平呢？现场200位大众评审团，拿起你手中的投票器，请准备投票。接下来扎西尼玛，请投票。
林依轮158票，扎西尼玛老师的最后得票156票。他是一个淳朴而带有神秘魅力的藏族歌手，他是一位能自由游走在流行和民族之间的实力唱将，他是一位用心歌唱的心灵歌者。今天他带来一首在藏区广为传唱的歌曲，来赞颂他心中那片拥有纯净心态的雪域高原。青海是我的家乡，我的家里有一颗美丽的蓝宝石，那就是青海湖。小时候我来青海湖，它就像一面镜子，静静地躺在草地上，蓝天白云碧蓝的湖水，就像一幅画，美丽极了。虽然现在青海湖依旧还是那么美，但它的沙化越来越严重了。作为土生土长的青海人，看到这些心里特别难过。他就是南迦大哥，是一个在青海湖边长大的藏族汉子。他和他的家人一直坚持着恢复青海湖原始生态环境的工作，照顾野生动物，沿着河滩捡拾垃圾，巡逻护沙区，这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日复一日，整整20年，7300天。青海湖是蓝蓝的，天是蓝蓝的，也不见一个白色的垃圾，然后那个野生动物过得更好一点，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像他们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他们在我心里是一群最伟大、最可爱的人。看见一道彩虹，掠过马蹄眷恋的草原。我看见颗颗淅沥，藏羚羊多么恬静安详。我听见一声汽笛，掠过芳菲牧歌的毡房。我听见万里江涛，黑金河在欢快的歌唱。蓝天白云下，放季梅朵为你盛开，南来北往的风，伴着牧歌与你同行。是我生命的家园，梦中的绿洲是我生命的家园。我也去过青海湖啊，我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地方。可是刚才呢，在看那段电视短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我们心目中这片梦中的绿洲，好像存在着一些危机，是吗？对，因为这次去那个青海湖边看那个南迦大哥的时候，是因为听说青海就是从小时候的印象当中和现在的青海湖有很大的反差，就是沙化很严重。然后那天去了以后呢，看到的是有南迦大哥他们这样一群一直努力保护青海湖的人，一直在
保护青海湖。现在沙化不是那么严重了。没错，非常感谢南家大哥，也更感谢所有在关注着环保的人们。对对对。那我也想呢，更重要的是要感谢你，感谢央金，因为今天呢，把我们大家带到了一个关注环保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作为我们从事艺术的，因为你们的传播力是很大的，用你们的歌声传播文明，传播爱，传播善行，传播更多的人，呼吁更多的人来保护环境，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环境太需要保护了。谢谢观察员。自己感觉今天不好，就是自己练的时候和今天晚上的有一点点出入。如果说朱哲琴的阿姐鼓让人们看到拉萨那片天地之初的安静，郑钧的《回到拉萨》是无数人向往这片圣地。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便会让人们向往拉萨的梦想成为了现实。今天演绎这首歌曲的是一位地道的四川姑娘，她曾经是一档人气选秀节目的全国探花，被誉为新民歌小天后。今天她将用她独特的唱腔给我们带来这首特别的歌曲。我的家住在火车站的旁边，我经常会去火车站的候车室去玩，然后我会经常在那里听到韩红老师的歌。Oh money money baby home, oh money money baby home, money money baby home, oh money money baby home。我是从10几岁的时候才开始真正的接触民歌，大家也是通过民歌才慢慢的认识了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踏入过这片神圣而神秘的土地。我曾经无数次设想我来西藏的交通方式和路上遇到的种种，我想我今天绝对不会后悔选择了火车这个已经存在了200多年的交通工具，沿着铁轨一步步靠近我从小就向往的美丽天堂。大家好，我是黄英，这个大哥要唱歌。今天我将带着我的歌唱梦想，第一次亲身感受青藏高原的魅力。这里是一个歌者的民族，这里是通往天堂的方向。我是黄英，我终于站在了这里。山有多高，水有多长，通往天堂的路太难，终于爬来呀这条天路，像巨龙飞在高原上，穿过草原，越过山川，载着梦想和吉祥。幸福的歌一路的唱，唱到了唐古拉山，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去看那最美的格桑花呀，盛开在雪山下。
刚才看到啊，就是你在采风的过程当中呢，是坐着火车对去拉萨。对，那边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地方。老师，你知道吗？那边的小孩的眼睛啊，特别的纯净，就你看到他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你看着他，他也会打量你，然后跟你 say hello，就觉得他们好可爱啊。对，其实大家都说嘛，说藏区人的眼睛啊，很漂亮，对，非常的漂亮，而且呢，非常的透彻，就像这个藏区的天一样，不虚此行。对对。这次旅行你喜欢吗？喜欢，非常喜欢。你能告诉我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给自己生活能够增添一丝美好，然后在途中碰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可以积累的，然后以后可以放到音乐里面的。我为什么说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唱一首歌就是做一次旅行。你要这样去想的话，其实一开始的一种准备，到沿途的风景和你的发现的整个的过程所带回来的一些内心的一些感动等等，这就是一个演唱的过程。我希望你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美好的旅行，也让我们感受到你的一些变化。好，谢谢。我觉得还有待改进吧，确实没有唱到很好。因为有很多其他的歌手一起来嘛，我就把它当成一种学习的一个过程。好了，各位，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投票。首先，大家要为央金兰泽老师的《梦中的绿洲》投票，请投票。接下来，黄英，请投票。央金兰泽152票，黄英的最后得票142票。那么刚才呢，就是我们舞台之上第一个环节，我们明星歌手的独唱部分。那么在接下来呢，明星歌手将组成组给我们带来合唱表演，共同期待。天籁之爱广告之后再见。欢迎回来，现场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依然是四川卫视由正宗凉茶王老吉特约播出的《中国爱大歌会》特别节目《天籁之爱》，我是杨林，欢迎您的继续收看。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籁之爱的唯一指定航空西藏航空公司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天籁之爱舞台上的8位明星歌手呢，已经深入了藏区进行音乐之旅的音乐采风。他们要用歌声唱出心中的美丽家乡，他们要用爱为公益而唱。接下来通过抽签，8位明星歌手将分成2组进行合唱演唱。演唱之后，还将接受200位大众评审团的投票，加上上一轮独唱部分的分数，就是我们最终的得分。合唱部分马上正式开始。首先有请林依轮、阿兰、扎西尼玛、黄英为我们带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
下来有请第二组为我们带来《家乡》。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玛拉说牛羊满山坡，那是因为菩萨保佑的。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河水泛清波。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留下那段动人的歌。哦，玛尼玛尼贝贝吼，哦，玛尼玛尼贝贝吼，哦，玛尼玛尼贝贝吼，哦，玛尼玛尼贝贝吼。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玛拉说牛羊满山坡，那是因为菩萨保佑的。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河水泛清波。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留下那段动人的歌。哦，玛尼玛尼贝贝吼，哦，玛尼玛尼贝贝吼，哦，玛尼玛尼贝贝吼，哦，玛尼玛尼贝贝吼。好了，刚刚呢，我们欣赏了2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8位明星歌手的共同演绎。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的投票时间，请记住 ，A 键代表的是林依轮 ，B 键代表阿兰 ，C 键代表扎西尼玛 ，D 键代表黄英，请投票。接下来我们要为第二组进行投票，请记住，第二组投票当中 ，A 键代表黄龄 ，B 键代表熊天平 ，C 键代表根嘎 ，D 键代表央金兰泽，请投票。谁的分数会再次领先？我们的结果广告之后告诉你。好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正宗凉茶王老吉特约播映四川卫视中国爱大歌会特别节目《天籁之爱》。大家好，我是杨林。舞台上的8位明星歌手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天籁之音，同时呢，他们也是我们四川卫视的中国爱公益大使，将跟我们一同致力于对藏区公益事业的发展。他们将心怀爱心，为公益而唱。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晚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全场的演唱部分已经告一段落，到底今晚的天籁歌者花落谁家呢？最终结果已经在我手上。在本场以歌唱我的家乡为主题的比赛中，阿兰凭借独特的编曲，在2轮的角逐中以202分夺得第4，总分202分的阿兰。林依轮以198分排名第5，总分198分的林依轮。央金兰泽、黄龄分别以197分、196分列第6、第7。第6位，央金兰泽老师，恭喜！接下来这一位是黄龄，接下来190分的黄英。而黄英的表现虽然得到了音乐观察员老师的赏识，却没有得到大众评委的喜爱，以190分屈居第8位。接下来我要宣布的是，排名在第2位的
歌者。第一轮得分156分，合唱部分得分60分，总分216分的扎西尼玛老师，恭喜！接下来，舞台上还剩下熊天平和根嘎老师，到底根嘎能否翻盘超越熊天平，还是熊天平老师依然继续领先，永得头筹，成为本场的天籁歌者呢？接下来我要宣布的是，在第一轮的比赛中，熊天平携盲童的精彩演唱，感动了现场的所有人，得到了168分的好成绩。熊天平168票，根嘎的一首《游子的心》在第一轮只得到160分，根嘎160票。但是在第二轮合唱环节，他却明显发挥实力，撼动全场。最终，在以歌唱我的家乡为主题的比赛中，究竟谁将获得天籁歌者的荣誉呢？是根嘎最终反败为胜，还是熊天平依然继续领先，永得头筹呢？本场排名在第一位，天籁歌者的得主人选。第一轮得分168分，合唱部分54分，最终得分222分的熊天平。好的，在这里呢，当然掌声也送给根嘎老师。好的，朋友们，今天虽然我们已经诞生了我们的天籁歌者，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开始。8位明星歌手在接下来到底会给我们带来怎样更多的藏区的音乐采风风采？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呢？在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四川卫视中国爱大歌会特别节目《天籁之爱》将继续为您揭晓。咱们下周再见。